安就一定去睇兵馬俑噶啦，呢個就係西安兵馬俑博物館。不過今日係淡季，都仍然好多人啊！關卡，殺卡都殺幾次。唉，終於嚟到呢度兵馬俑博物館。哇！人多到睇都睇唔到嘅，之前係嘛？行嗰邊睇啊，呢度睇都睇唔到啊！哇！太多人啦！而家都唔係假期啊！如果中國假期，哇！日都入唔到嚟啊！都睇唔到啊！啊！你想打張卡都打唔到卡。没事，我们不能走，不能走，就第一排，他再去看一下我们家的书。这是嘛？太多人了，而家真係。他们现在开始，因为发出了阿房宫之后，知道了项羽没有火烧阿房宫，咱们现在对这个也已经开始产生打问号了。这个到底是谁的？要按照我们对人品的了解，你可相信他是一样的。他两个啊，像重重之心，重重项羽呢是项羽3代是重的。而家睇兵馬俑唔係兵馬俑嗰啲壯觀啊，而睇人仲壯觀啊！而家你睇圍住成個場咧，周都係幾重人啊，重重疊疊啊！我哋嗰時20-30年前嚟嗰時得幾個人啊，隨便睇。而家哇，好多人啊！咱們說粵語，只有咱們能聽得懂，廣東人聽不懂。近距離拍呢啲修復區，一個個爛嘅都係，喂，執翻企呢啲。